家就等我哋嚟重溫一下潔具施工程序嘅重點啊！所有施工圖則、潔具及配件必須經則師批准先至可以施工。運到地盤嘅潔具及配件必須經檢查符合標準先至可以接收。管工必須做好潔具功夫路板房，以確保潔具安裝正確。承建商必須提供足夠及清晰嘅平水墨線。浴室地台及浴缸周圍嘅牆身必須做好防水工程及有足夠科水。牆身瓦仔必須要坐喺浴缸面上。座廁去水位同埋做好嘅地台面平水一定唔可以倒斜。安裝水箱配件同埋來水接駁嘅時候，工友唔可以私自改裝任何配件。氣體熱水爐或者電熱水爐必須由合格技師根據生產商安裝說明書嚟安裝。交樓之前，承建商必須確保所有潔具及配件並冇受損。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齊心合力，上下一心，提升住屋嘅質素，為人為己，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